你估唔到咧 ，Tron 都有時間線？冇錯，今日我會同大家一口氣順序講晒 Tron 系列嘅所有作品，包括晒2套電影嘅劇情，同埋其他小說漫畫入邊所有有關嘅電腦世界設定、人物同埋細節。嗱，首先第一樣嘢，你要知道 Tron 嘅世界觀係講緊一個存在喺電腦入邊嘅數碼世界，呢個數碼世界叫做網格。Grid 裏面住咗好多程式，即係電影入面講嘅 program。佢哋其實係有生命、有思想嘅數碼實體，好多時咧都會繼承咗發明佢嘅人類嘅樣貌同埋個性。呢啲程式亦都會叫人類，即係佢哋嘅創造者做使用者 user。呢個故事係由1972年開始講起嘅，有一位叫做 Dr. Walter Gibbs 嘅聰明人，佢離開咗學術界，喺車房白手興家創立咗一間叫做 Encom 嘅電腦公司。佢最初係由開發一個簡單嘅國際象棋程式開始。呢個 Walter Gibbs 有一個好特別嘅理念，佢相信創造者嘅精神會活喺佢哋創造嘅程式入邊。嗱，呢個理念好重要啊，因為喺呢個世界入邊，好似我哋頭先咁講，一個程式嘅外表同埋性格都好似複製咗創造佢嘅人類咁。嗱，去到70年代中期咧 ，Encom 公司就發展出佢哋第一個嘅大型主機系統，呢一個系統就形成咗最初嘅網格啦。喺呢個數碼網格入邊，有好多程式喺入邊生活同埋運作，當中大部分都係 Encom 作為一間遊戲公司所開發嘅各種遊戲程式。正正喺呢段時間入邊，有一位極具天賦嘅程式設計師 Kevin Flynn 加入咗 Encom。佢唔單止好快就成為咗嗰間公司裏面最 top 嘅程式員，佢仲為網格開發咗好多精彩嘅遊戲。佢甚至因為咁而獲得咗一個叫做第7組權限嘅特別身份，證明佢嘅地位超然。為咗管理同埋維護呢個龐大嘅網格系統， Walter Gibbs 仲喺佢早期開發嘅象棋程式基礎上面創建咗一個非常之強大嘅人工智能程式，叫做主控程式Master Control Program。我哋後面簡稱佢做 MCP。時間就跳到去1979年 ，Kevin Flynn 呢個遊戲狂人開始趁夜晚偷偷地潛入去 Encom 公司，用自己私人時間開發自己嘅遊戲。喺呢個世界觀入邊佢嘅遊戲係被認為係史上最偉大嘅電子遊戲。但係好景不常 ，Encom 嘅另一位高層 Ed Dillinger 就做咗一件好卑鄙嘅事，佢偷走咗 Kevin 辛辛苦苦開發嘅所有遊戲，然後就將 Kevin 嘅檔案徹底刪除，扮到好似冇發生過咁。3個月之後 ，Ed 將呢啲遊戲當正係自己嘅作品咁樣去發表，最終因為咁而獲得晉升，仲利用職權將無辜嘅 Kevin 解僱咗。喺呢段低潮時期 ，Kevin 決定自己開間遊戲鋪重新開始。喺呢個時候奸險嘅 Ed 喺 Encom 入邊步步高升，最終將創辦人 Walter Gibbs 都趕埋落台，自己成為最高領導人。Walter Gibbs 雖然被貶職，但係佢並冇因為咁而放棄，反而同科學家 Laura Baines 合作，研發咗一種劃時代嘅激光技術。呢一個技術可以將物件嘅分子結構拆開，然後分子就會懸浮喺激光光速入邊，之後電腦就會模擬出一個模型，啲分子就會喺虛擬模擬入邊重新組合翻。所以簡單嚟講就係將現實世界嘅你傳送到去虛擬世界入邊。喺 Ed 嘅管治之下，之前 Walter Gibbs 用嚟維護系統嘅 MCP 權力突然開始失控膨脹。佢唔單止吸收大量嘅資訊，仲會將佢認為冇效率或者阻擋佢嘅程式消除。消除呢個概念好重要即係將個程式徹底咁摧毀，殺死佢。MCP 甚至反客為主，利用佢強大嘅資訊處理能力去操控 Ed。佢覺得自己比起人類更加有效率啊！時間就去到1982年，雖然 Kevin 喺現實世界開嘅遊戲機鋪生意都好好，但係佢對 Ed 嘅背叛一直都耿耿於懷，所以佢決心要揾到 Ed 偷走佢遊戲機嘅證據，因為呢啲嘅證據全部就係儲存喺 Encom 嘅主機系統入邊啦。於是 Kevin 就嘗試 hack 入去 Encom 嘅伺服器入邊，甚至創造出一個叫做 Clue 嘅程式嚟幫佢。Clue 嘅外貌當然就係同 Kevin 一樣啦。MCP 意識到 Kevin 嘅入侵行為，為咗阻止佢，佢就將 Clue 同埋所有擁有第7組權限嘅程式都鎖喺系統外面，所以就包括埋 Kevin 嘅同事 Alan Bradley 所創造負責監察系統安全嘅程式 Tron 啦。為咗繼續揾證據 ，Alan 同埋 Kevin 潛入 Encom， 想用假身份登入系統，但係 MCP 已經快過佢哋一步啦。最終就利用咗 Walter Gibbs 研發嘅激光，將 Kevin 傳送入去數碼世界嘅網格入邊，目的就梗係想將佢消除啦。喺網絡世界，所有程式同埋被傳送入去嘅人類都會有一個叫做身份碟 （Identity Disk） 嘅嘢。呢一塊碟係佢喺數碼世界入邊嘅，你當係一張身份證啦，傳送咗佢哋所有嘅個人資料、記憶同埋知識。不過呢一塊碟同時亦都係一個雙面人，因為有權威嘅軍隊可以掃描佢嚟攞敏感資料，甚至有某一啲嘅奸詐程式，例如話 Code Worms， 可以改寫你碟上面嘅記憶，製造虛假資訊。關於呢啲奸詐程式，當然我哋後面
會再講啦。但係最奇特嘅就係呢一塊碟係可以攞嚟當武器咁用嘅，掟向敵人就可以破壞佢哋嘅代碼，令佢哋被消除。而且呢塊碟仲會好似回力鏢咁樣飛翻嚟你度添。嗱，如果一個程式失去咗身份碟，佢就會面臨被送到去一個叫做遊戲網格嘅競技場嘅命運啦。又或者慢慢咧，佢就自己失去記憶噶啦。喺網格入邊咧 ，Kevin 亦都被逼參與遊戲網格。呢個競技場入邊嘅程式好多都係因為仲相信佢哋嘅人類使用者，所以俾頭先嗰個主控程式 MCP 強制送到呢度嚟參與生死遊戲。遊戲嘅種類咧有好多嘅，包括光碟戰爭啦，就係啲參賽者會用身份碟互相攻擊嚟清除對手。環形遊戲就係講緊用能量球將對手由環組成嘅平台擊落。仲有最經典嘅光輪戰，就係車手騎住光輪電單車留低一條光軌，迫使對手撞上光軌爆炸。呢啲遊戲嘅殘酷目的就係為咗消除所有對 MCP 權威構成威脅或者仲相信使用者嘅程式。Kevin 最終喺遊戲入邊成功逃脫，喺安全程式 Tron 同埋另外一個程式 Yori 嘅幫助底下，佢哋就去到一個叫做輸入輸出塔嘅地方啦。喺嗰度佢哋同 Alan 亦即係 Tron 嘅使用者聯繫到。Alan 喺 Kevin 嘅身份碟上面寫咗一段關鍵嘅信息，呢一段信息就令到如果呢一塊碟掟中咗主控程式 MCP， 就可以徹底將佢消除。當 Kevin 巧妙地跳落去 MCP 所在嘅位置，分散佢嘅注意力嘅時候， Tron 就把握機會掟出身份碟，成功就將強大嘅 MCP 消除咗啦。隨住 MCP 被消除，象徵系統控制權嘅輸入輸出塔就由紅色變為藍色，意味住所有被限制嘅使用者，即係包括埋之前被 MCP 鎖定嘅 Alan 等人，都可以重新存取佢哋嘅程式。Kevin 帶住證明 Ed 偷竊遊戲嘅證據，用輸入輸出塔成功返回現實世界。憑住呢啲嘅證據 ，Kevin 唔單止冇事，仲反而取代咗 Ed 嘅位置，成為 Encom 嘅新領導。喺1983年 ，Kevin 遇到建築師 Jordan Canis。Kevin 最終深愛 Jordan， 並同佢結為夫妻。佢哋嘅仔仔 Sam 亦都出咗世。Sam 嘅出世亦都標誌住一個新嘅網格嘅誕生。因為就喺呢一年呢 ，Kevin 就建立咗佢自己嘅新網格啦。嗱，以前我哋喺1982年之前見到嗰個網格呢，而家就會俾人叫做舊系統。咁喺呢一個新嘅系統入邊呢 ，Kevin 冇做一個徹底嘅重設，反而係將一啲嚟自 Encom 系統嘅程式，好似 Tron 帶到嚟新網格度。主要嘅原因梗係因為 Tron 係呢個系列嘅名啦，但係亦都係因為 Tron 係當時最可靠嘅安全系統。另外喺呢個時間點入邊 ，Alan 亦都獲得晉升，成為 Encom 嘅首席營運官啦。嗱 ，Kevin 用嚟進入新網格嘅方式就係用一支升級版嘅激光，叫做 SHV-20905。佢嘅運作方式同以前一樣，將現實世界嘅你傳送到入去虛擬世界入邊。如果你要離開網格返回現實世界，就要用 Kevin 新建立嘅傳送門。佢嘅能力就相當於以前嘅輸入輸出塔啦。要啟動傳送門，就需要到 Kevin 嘅身份碟。當 Kevin 創造呢個世界嘅時候，佢對呢一個數碼領域有更大嘅抱負。佢想創造一個完美嘅世界，一個喺我哋現實世界冇辦法實現到嘅烏托邦。所以 Tron City 就係咁就誕生咗啦。有一點好重要啊 ，Kevin 係利用咗升級版嘅 Clue 程式嚟幫佢手研發 Tron City。而喺後續嘅故事入邊呢，呢一個新 Clue 就會被稱為 Clue 2。咁當然我後面就唔會不斷講 Clue 2噶啦。所以呢條片打後所講嘅 Clue 都係指緊呢個 Clue 2。Tron City 嘅設計，如果由上面 Top Shot 望落去嘅話，就好似一塊微型晶片咁樣。你可以將佢視為網格嘅主要城市。Kevin 嘅網格其實係參考咗以羅馬為藍本嘅設計嘅，例如入邊最大嘅城市都係沿海地區。佢仲設計到每個城市都有啲嘢可以令佢哋成為文化同埋娛樂嘅中心。網格上面嘅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類似鬥獸場嘅東西嚟舉辦遊戲。Tron City 入邊有好多地方噶，例如有大受程式歡迎嘅俱樂部 End of Line Club， 另外仲有 Tron's Tower 啦。呢一座塔就係 Tron 喺 Tron City 入邊嘅總部，係位於 Tron City 嘅中心嘅。喺嗰度 Tron 就可以營運佢嘅安全系統，防止任何衝突升級，同時亦都可以捉拿嗰啲犯罪嘅程式。嗱，下一個我哋會講到喺 Tron City 入邊嘅地點就係 Argon City。呢一個城市以前叫做 Purgos 曾經係 Argon 最早嘅聚居地，但係啲程式後嚟都搬走晒，所以 Purgos 以前雖然繁榮過啊，但係而家就已經變成咗一個巨大嘅垃圾堆啦。喺 Argon 入邊，一啲著名嘅地方就包括 Abel's Garage。嗱 ，Abel 係角色名，呢一個係佢嘅 garage， 所以就叫做 Abel's Garage 啦。呢一個地方可以維修任何嘢，由光輪電單車去到軍事坦克都得。根據影集 Tron Uprising， 喺 Argon 以外咧，仲有一個更加偏遠嘅城市仔叫做 Gallium City。我哋對佢嘅了解一啲都唔多，淨係知道一條巨大嘅高速公路係連接住 Argon 同埋 Gallium。呢條高速公路會橫跨一個叫做外域 Outlands 嘅區域。外域係一個天氣惡劣、難以預測嘅地方。喺舊系統入邊，我哋有水呢一種元素，但係去到新系統嘅先進模擬世界入邊，我哋而家唔係淨係得水噶啦，我哋有雨水啦，睇落去更加真實嘅雲啦、霧同埋降雪。所以呢一
一條高速公路咧，成日都會因為種種嘅風暴而大塞車。嗱，咁啱我哋講到塞車啦，喺 Kevin 嘅新網格入邊咧，其實交通工具呢一樣嘢都係極為重要嘅一部分嘅。喺以前舊系統入邊，如果你想得到一架光輪電單車，你就需要一條杆、一條 rod 去啟動。而家嚟到新嘅網格咧，就有一樣新嘅嘢噶咯，就叫做指揮棒 baton。呢樣嘢就取代咗 rod 啦。不過指揮棒唔單止可以整架光輪電單車出嚟噶，佢仲可以變形啦，召喚出光輪噴射機、光劍等等超型嘅物件。嗱，介紹翻先啊，舊版嘅光輪電單車咧叫做 Mark IV， 一直就用到1983年，之後就由 Mark V 取代咗啦。除咗呢一個大家都熟悉嘅光輪電單車之外咧，呢一個新嘅宇宙都引入咗好多新嘅變體，例如我哋有 Light Runner， 呢架嘢會有賽車模式同埋越野模式，車頭有導彈發射器，車尾仲有裝置可以掟啲地雷出嚟。另外我哋仲有雪地電單車啦，一架叫做 Lightcrawler 嘅 ATV， 同埋根據 Tesla Roadster 命名嘅 Light Roadster。嗱，如果你有留意到嘅話，你就會發現好多呢一類車輛嘅命名方式啊，都係喺常見嘅交通工具名前面加個光輪 Light 嘅兩個字啫嘛。嗱，喺呢個新網格入邊 ，Clue 因為要幫 Kevin 完成佢完美嘅願景，所以都喺 Tron City 入邊建造咗自己嘅軍隊。軍隊最底層就係被招募嘅程式，之後就係哨兵級別，再上就係守衛，然後就係叫做戰地指揮官，再上呢就係將軍，最後就係黑衛兵。佢哋又叫做精英守衛，或者係 Clue 嘅私人守衛。佢嘅軍隊除咗有 APC 可以運送哨兵同埋囚犯之外，仲有更加重型嘅火炮，例如光輪坦克 Light Tank。嗱，又係加咗光輪同埋 Light 呢啲字喺前面啦。光輪坦克都係由舊系統度繼承過嚟嘅，佢哋嘅炮管可以360度旋轉，而且呢啲坦克嘅設計目的咧，仲包括埋擊落飛行器，所以炮管咧可以抬高到90度。通常呢啲坦克都係由壞人擁有同埋操作嘅，例如喺舊系統入邊咧 ，Ed 旗下嘅程式 Sark 嘅軍隊就擁有呢啲坦克啦。跟住仲有負責運送囚犯嘅懸浮車輛 Recognizer 識別器 ，Recognizer 係由3名哨兵操作，通常可以容納多達8個囚犯。呢架嘢兩隻腳中間嘅空間咧係可以用全息投影填滿嘅，用嚟傳達信息。嗱，仲有其他交通工具噶，例如光輪直升機，亦都喺 Tron Uprising 嘅影集入邊登場。佢哋勁嘅地方就係有強大嘅武器，例如等離子炮。佢哋都係 Clue 軍隊入邊速度最慢嘅交通工具之一。如果你要快嘅話咧，就要出動頭先我哋提及過嘅光輪噴射機啦。佢有兩種嘅變體，一種係小型嘅，好似光輪電單車咁樣，簡單用指揮棒就可以召喚出嚟嘅單程式光輪噴射機。另外一種咧就係大型，可以容納3個程式嘅3程式光輪噴射機啦。嗱，Clue 除咗擁有自己嘅軍隊之外，佢亦都有自己嘅指揮艦。Clue 嘅將軍同埋高級嘅黑衛兵，亦都有類似嘅飛船。Clue 有自己嘅航空母艦啦，亦都叫做校正器 Rectifier。佢係一個會校正大量程式成為一支軍隊嘅地方。就係因為佢會校正人，所以佢先會叫做校正器啫嘛。校正器嘅目的咧，就係由程式入邊提取佢現有嘅代碼，然之後清除代碼入邊任何嘅缺陷。之後咧，機器就會將呢啲新嘅代碼注入去程式入邊，將佢哋改造成為自己嘅兵啦。校正完之後咧，原始程式嘅個性基本上都所剩無幾，你就當佢好似被催眠咁樣啦，或者被洗腦咁樣啦。嗱，我相信講到呢度咧，大家都應該會對 Kevin 建造嘅新網格有更加深嘅認識啊。無論係地理啦、武器或者係交通工具。而家我哋就嚟到1984年，呢一個宇宙就誕生咗一種新嘅程式，叫做 ISO， 即係 ISO 啊。不過我哋讀 ISO 啦。ISO 咧係 Isomorphic Algorithms 嘅縮寫，係一種全新嘅生命形式。嗱，佢哋唔係嚟自任何地方嘅，因為根本冇任何用戶創造佢哋。當條件適合嘅時候，佢哋就會應運而生。即係有啲似咧，如果有啲食物你擺得太耐嘅話，即係好似豆嗰啲咁嘅嘢咧，佢自己會喺個袋裏面嘔啲一隻嘢出嚟噶嘛。喺呢個世界入邊 ，ISO 程式就喺模擬之海 Sea of Simulation 入邊誕生嘅。你有可能會問我點知佢係一個 ISO 嘅程式啊，定還是係一個普通嘅程式啊？嗱，分辨 ISO 程式同埋其他程式嘅其中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每個 ISO 程式嘅左上臂上面都會有一啲嘅符號，而其他普通嘅程式咧係冇嘅。頭先我哋講 Ed 攞到 MCP 嘅時候都有提及過一啲嘅奸詐程式，而家我哋就再講另外一種嘅奸詐程式，叫做網格蟲。其實網格蟲就係代表住網格入邊嘅錯誤，只係電影製作團隊咧想形象化啲，將呢啲嘅 bug 咧真係變成一隻隻嘅蟲啊！佢哋唔單止可以好似頭先話齋改寫你碟上面嘅記憶，製造虛假資訊，仲可以將所有嘢分解。例如喺 Tron Uprising 嘅影集入邊，當 Abel 喺雪覆蓋嘅外域同 Tron 見面嗰陣，佢哋兩個嘅帳篷都不幸地被網格蟲吞噬咗。喺漫畫 Tron Betrayal 入邊 ，Tron 同埋 Kevin 亦都曾經逃避過一堆網格蟲。好啦，介紹咗咁多嘢之後咧，我哋而家就要翻去時間線度啦。1985年啊，就發生咗一個轉折。
Kevin 嘅老婆 Jordan 死咗 ，Kevin 而家要獨自經營 Ancom 並且撫養 Sam， 所以 Jordan 嘅父母亦都介入幫手。最大鑊嘅就係普通程式同埋 ISO 程式之間嘅關係開始逐漸緊張，因為啲普通程式咧根本唔知道啲 ISO 程式喺邊度爆出嚟嘅，佢哋亦都唔知佢哋係乜嘢，咁就製造咗一系列嘅恐慌啦。嚟到1988年，曾經協助過 Kevin 打敗 MCP 嘅 Yori 正式離開 Ancom， 佢想轉工啊，所以去咗華盛頓州度做嘢。Kevin 俾維持佢喺網格上面嘅生活啦、撫養 Sam 同埋經營 Ancom 嘅壓力咧打垮咗啦已經，所以最終 Kevin 都決定辭職，花多啲時間去陪 Sam。佢亦都開始寫書，包括一本叫做我照譯嘅咋先進電腦編程的結構與動態，同埋另外一本數碼前線影射另一個宇宙。去到1989年，一切都走向失控。呢個時候 Clue 咧就似乎曲解咗 Kevin 對完美城市嘅定義啦。佢開始命令佢嗰啲黑衛兵去消除程式，將任何喺遊戲網格競技場入邊輸咗嘅程式全部殺晒啊！因為佢哋已經唔完美啦。呢一個舉動可以話係完全顛覆咗 Kevin 喺佢嘅新網格入邊引入咗競技場嘅時候所做嘅改變啦。Clue 亦都開始對 ISO 程式採取極端嘅行動，佢命令黑衛兵喺 ISO 嘅城市周圍設置炸藥，再將 ISO 程式標籤為怪胎，然之後就令到普通程式同埋 ISO 程式之間嘅不和大大增加啦。呢個舉動違背咗 Kevin 嘅目標。Kevin 原本係希望將網格變成一個能夠俾所有程式之間自由共享嘅空間。之後兩派果然係發生衝突啦。Tron 同佢嘅安全團隊嘗試和解，但係都唔成功。嬲到爆嘅程式群眾就想將 ISO 程式趕出 Tron City， 而喺混亂之中就好搞笑話 ISO 嗰邊有一條友就掟咗塊身份碟出嚟，導致到一個市民程式被消除。咁真係扭打啫，所以呢一件事就觸發咗一場大屠殺啊！呢班普通程式嘅市民就紛紛都襲擊嗰班 ISO 嘅程式啦。Tron 嘅下屬 Dyson 喺混亂之中被波及，所以就受咗重傷，面部嚴重毀容。之後佢就決定轉投到 Clue 嘅陣營做黑衛兵，因為 Clue 話佢願意修復 Dyson 嘅傷疤啊。最後嘅轉捩點就係 Clue 叫佢嘅黑衛兵用一種病毒毒害模擬之海，之後佢仲過橋抽板消除晒嗰紮黑衛兵，作為一個掩飾嘅手段。到咗而家Clue 就發動咗一場政變，喺呢個世界入邊呢一場嘅戰爭就被稱為 ISO 戰爭。Clue 唔再聽從 Kevin 嘅命令，反而堅持完成佢主要嘅目標，就係嗰個咩完美嘅系統啊嘛。Clue 就冇辦法創造程式啦，但係佢可以用校正器去校正佢哋，再帶領新嘅軍隊去襲擊佢嘅創造者。最後Kevin 就喺 Tron 嘅幫忙之下逃出生天。呢一場嘅戰爭導致幾乎所有嘅 ISO 程式都被消除。Kevin 反思自己嘅失敗，佢話我嘅雄心帝國分裂咗啊！我喺兩者之間掙扎。我想要 Clue 嘅穩定，但係同時亦都想要 ISO 程式無限嘅可能性。我以為兩者可以共存，所以佢而家就想返回現實世界，但係佢因為唔想喺用自己嘅身份碟啟動傳送門期間俾 Clue 攞到入邊嘅所有資料，而決定隱藏喺外域。好重要啊呢點，因為如果 Clue 攞到入邊嘅資料，即係話佢可以用傳送門入到去現實世界，咁佢就可以將遊戲世界裏面嘅軍隊帶到去現實世界噶啦嘛。Kevin 失蹤之後 ，Alan 就接任 Ancom 嘅臨時 CEO， 佢希望 Kevin 有一日會回歸。Alan 就開始喺 Kevin 個仔 Sam 嘅生命入邊扮演住父親嘅角色。經歷過一段時間嘅等待 ，Alan 就發現 Kevin 似乎係唔會翻到嚟現實世界，所以就決定等 Sam 大個之後提拔佢做新嘅 CEO 啦。與此同時Alan 就創立並且資助咗一個叫做 Flint Lives 嘅地下運動。Flint Lives 運動就係想探索 Kevin 提出嘅整個數碼邊疆理念，嘗試重塑人類境況，以及就係人類進化嘅下一步，亦即係成為網格嘅一部分等等嘅概念啦。而家喺 Clue 嘅統治之下，Tron City 同埋網格嘅所有其他地方都變得暗淡無光，失去咗自由世界應有嘅活力。不過而家為 Clue 工作嘅 Dyson 就反而相信 Clue 會為網格帶嚟秩序，所以佢周圍幫 Clue 宣傳佢嘅思想。佢就講到話，只有透過完美，所有程式先至可以真正獲得解放。Dyson 仲為咗報仇，令到 Tron 毀容，再將佢送到上去識別器，準備將佢運送到去監獄。但係識別器喺空中度爆炸，墜毀咗喺一座山上面，令到 Dyson 相信 Tron 已經被消除。不過劇情之後就透露到話，有一個叫做 Cyrus 嘅程式救咗 Tron， 而 Tron 亦都利用佢嘅正義說服 Cyrus 同佢一齊反抗 Clue。之後佢哋兩個就一齊組隊啦。Tron 喺外域建立咗一個安全屋，安全屋入邊有再生室同埋訓練模擬器。Tron 將佢嘅身份碟分成兩部分，咁 Cyrus 就可以擁有埋 Tron 嘅外觀。你會見到希望仍在，情況仍然有機會有好轉噶。佢哋呢一刻就決定要發起下一場嘅起義。而家時間就嚟到1990年，所
所有嘢都同 Tron 佢哋嘅理念唔好意思完全相反嘅，因為冇人加入呢個運動，而 Cyrus 咧亦都發展出佢自己嘅另外一套諗法。佢而家相信唯一可以拯救到網格、了結所有 Crew 嘅打壓方法就係摧毀網格。最後 Tron 咧就聯同埋 Abel 一齊喺外域地底建構咗一個監獄，然之後再將 Cyrus 放逐到去嗰度。嗱，喺現實世界入邊咧，亦都有另外一波嘅低潮。Ed Dillinger 喺經歷過1982年嘅失敗之後，極力發展自己嘅軟件公司。而家佢嘅公司咧已經喺經濟方面開始超越 Encom 啦。喺呢個時候 Encom 嘅應變策略就係擺脫遊戲行業，即使遊戲係佢哋公司嘅基礎，佢哋再將所有時間同埋精力都集中喺操作系統上面，咁就令到好多優秀嘅程式設計師都被解僱咗啦。嗱，喺1990年代 Crew 繼續做嘢，佢嘅將軍 Tesla 就大軍佔領咗 Argon City， 佢將反抗嘅程式送入到去遊戲網格競技場，再消除佢哋。Tesla 建造咗鑽探機嚟開採能源，導致到間歇性停電。佢仲實施宵禁，釋放出致病性嘅代碼，令到啲程式不由自主咁樣吸入。佢哋吸完之後咧，就好似拍咗嘢咁樣，順從晒 Crew 嘅領導啦。Tron 目睹咗一個孤獨嘅程式 Beck 摧毀咗一個 Crew 嘅雕像。Tron 喺 Beck 身上見到佢心入邊團火，所以佢就決定招募佢嚟參與起義啦，並且希望佢唔會重蹈佢上一任學徒嘅覆轍。Beck 係一個普通嘅機械師，喺 Tron 缺席嘅情況底下，佢就扮演咗 Tron 嘅角色。Tesla 嘅宣傳就係 Tron 已經死咗，所以啲程式就會稱呼 Beck 為叛徒 Renegade。Beck 而家過住雙重生活，朝早咧就做機械師，夜晚就領導反抗運動。Beck 喺遊戲入邊拯救咗好多程式，避免佢哋被送去消除。其他嘅程式亦都開始睇到呢啲反抗行為，並開始自己反抗啦。喺呢個時候，一個叫做 Tron Lives 嘅反抗運動就開始咗。佢同現實世界頭先我哋講過嘅 Flynn Lives 運動都有啲相似。Beck 無意之中發現咗 Cyrus 嘅監獄，仲知道 Cyrus 原來一直喺呢個監獄入邊建造一個武器，用嚟摧毀網格同埋消滅所有嘅程式。Beck 成功摧毀咗呢一個裝置，並將 Cyrus 送翻入去監獄。但係 Cyrus 又再出現，佢捉走咗 Beck 嘅朋友，將佢哋放喺一個充滿住能量倉嘅房間入邊。呢一啲嘅能量倉都係設定好會爆炸嘅。然後佢就捉咗 Tron， 將佢放喺另外一個相似嘅情況裏面，兩間房都會喺倒數計時去到0嘅時候爆炸。所以 Cyrus 咧就逼 Beck 喺 Tron 或者佢嘅朋友之間做選擇。雖然 Abel 嚟到救場，但係 Cyrus 已經考慮到呢一個可能性，就專門為佢設下咗陷阱啦。Tron 同 Cyrus 進行咗一場對決， Tron 冇消除到 Cyrus， 反而電擊佢。冇耐之後 Cyrus 就消失咗。而呢一次係我哋最後一次見到 Cyrus， 但係 Cyrus 仍然有可能喺網格嘅某個地方存在㗎。時間點就跳到嚟1995年，呢個年份咧冇乜嘢好講嘅，唯一重要嘅咧就係 Sam 嘅爺爺死咗啦。好，到1997年，根據微電影 Tron The Next Day 喺現實世界入邊都有一單嘢發生咗。嗱，好過癮㗎喎，有一個叫做 Matthew Roth 嘅黑客用咗病毒感染咗每一個人嘅電腦，呢一個病毒攻擊咗全國4000萬部電腦。我哋仲喺警方嘅聲明度得知，佢好安靜咁合作，佢哋制服疑犯嘅時候咧係冇用到武力，但係佢哋咧就差啲想用武力啦。用武力做咩啊？揞住佢個口啊！揞住佢個口做咩啊？因為原來呢個 Matthew 不斷對佢哋嘅外貌同埋佢哋嘅阿媽咧進行言語攻擊啊！嗱，呢個病毒咧冇損害到人們嘅電腦，你只要 restart 翻部電腦咧，一切都回復正常噶啦。所以咧呢單嘢真係有啲無聊嘅，不過我哋講時間線啊嘛，梗係講埋佢啦。而家咧我哋就會跳時間點跳得比較快啲啦。1999年就係 Kevin 失蹤嘅10週年，我哋見到有一份報紙咧，好正確地猜測到佢被困喺自己創造嘅電腦程式入邊。喺呢個1999年咧 Flynn Lives 嘅運動逐漸式微，去到2000年 Sam 嘅嫲嫲亦都過咗身，冇噶啦，呢個年份係得咁多嘢噶咋。2001年 Sam 就入讀咗加州理工學院，跟住佢即刻輟學。2006年 Alan 被撤銷係 Encom CEO 嘅職位，但係佢仍然會留喺董事會。2006年至到去2009年 Sam 就成為咗 Encom 最大嘅股東，但係佢冇喺公司入邊有任何嘅建樹噶，佢亦都冇創造過真正嘅改變，反而淨係喺 Encom 入邊搞惡作劇同埋搗亂，例如佢會好幼稚地走去干預股東大會啦，有時就會去破壞股東晚宴啦。嚟到2010年，亦即係 Tron 拯救網格之後嘅整整28年之後， Kevin 眾所周知仍然失蹤啦， Sam 依然不務正業，但係 Crew 咧就有新嘅奸計啦。Crew 呢個時候已經重新緝捕 Tron， 仲將佢校正成為自己嘅手下，變成咗一個叫做 Rinsler 嘅壞蛋。Crew 仲向 Alan 嘅 call 機發送咗一段嘅信息，佢希望引人，最好就 Sam 啦，入嚟網格，從而俾佢可以打開到傳送門，咁就可以引到 Kevin 出嚟啦。引到 Kevin 出嚟就可以完成佢嘅奸計啦。一句到尾咧 ，Sam 最後真係入咗去網格入邊 ，Crew 就將佢送到去遊戲網格競技場入邊受死。而家你會見到隔咗咁多年入邊嘅遊戲已經得到改革，例如光碟戰爭嘅玩法已經同環形遊戲結合，光輪戰已經由 2D 嘅場地提升到去 3D， 發展到有好多層玻璃推疊起嚟，所有層都通過波道或者螺旋形嘅通道連接。同一時間我哋知道 Kevin 原來咁耐以嚟都係隱藏喺外域嘅安全屋入邊，佢亦都有一個好
學徒叫做 Quorra。當 Sam 揾到嚟嘅時候，佢就同 Sam 講話 Kevin 正喺度等緊 Tron 或者 Beck 嘅革命去解決 Clue， 所以佢花咗30年嘅時間進行深度嘅冥想。佢並唔知道 Tron 已經被 Clue 打敗，仲黑化成為 Rinsler。另外咧，原來 Quorra 係渴望可以自由探索網架，甚至咧係更加想探索埋現實世界添。但係 Kevin 就一直阻止佢，而 Quorra 嘅真實身份亦都被揭發，佢係最後一位 ISO 嘅生還者。之後 Clue 就派 Rinsler 追殺 Kevin 佢哋，但係 Kevin 喺呢一刻終於發現到 Rinsler 原來就係以前嘅 Tron。Rinsler 而家成功反轉校正嘅過程，變翻做 Tron 啊，變翻正派啦，同 Clue 對抗。不過 Tron 最後都輸咗，跌入去無疑之海。Kevin 就進行咗一個叫做重新整合 reintegration 嘅操作，佢將 Clue 嘅程式重新吸收翻去自己嘅身體入邊，大家融合為一體，然後就產生犧牲式嘅爆炸。就係呢一爆將之前打開咗嘅傳送門閂埋咗，校正器亦都被摧毀，而 Sam 同埋 Quorra 就啱啱好趕得切逃走到去現實世界啦。Sam 同 Quorra 翻到嚟現實世界 Flint Lives 嘅運動就此結束，因為 Sam 嘅精神化身已經回歸，重新經營 Endcom 啦。Sam 任命 Alan 為董事會主席，同埋將前期反派 Ed 嘅仔 Edward Jr. 留喺董事會入邊。佢哋俾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覺得佢值得呢個位置。嗱，呢個係 care 到唔 care 嘅角色嚟嘅咋，特登提起佢呢，係因為佢係 Cillian Murphy 客串嘅。就係咁呢， Sam 同埋 Quorra 就繼續現實世界嘅生活。Quorra 嘅夢想而家亦都成真啦。你哋又覺得呢個系列點呢？歡迎留言話我知。第3集出嘅時候，我一樣會一如既往咁幫大家逐幕分析一下裏面嘅劇情同埋彩蛋啦，所以記得訂閱啦。如果你都想睇其他我整嘅時間線片，嗱，我就特別推薦我講死神來了系列嘅呢條片啦。如果你想睇我一口氣分析劇集嘅話，不妨都可以睇埋我魷魚遊戲3季嘅完整解讀啊。就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